好，店鋪喺九龍灣 MegaBox 6樓又有新活動啦！今次聯同 Samsung 推出 Samsung 影音家電感謝祭，場內展示多款全新智能家電，幫你升級居家生活，令你每一日都變得更加輕鬆。如果你最近諗住換家電，或者想感受科技帶嚟嘅便利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活動啦！呢次影音家電感謝祭嘅主打產品，第一部就係 Samsung Bespoke AI 全智能洗衣乾衣機 WD12DBLB84GDSH。呢部洗衣機集精洗、脫水同烘乾於一身，仲有12kg 嘅大容量同先進 AI 感應技術，可以根據唔同嘅衣物自動調整洗滌模式，而且佢仲可以用 SmartThings App 去遠端控制洗衣機，即使個人唔喺屋企都可以遠端開機，再忙碌嘅家庭都可以輕鬆應對。第二部就係 RB34C67 5ES9SH Bespoke AI Space Max 雙門下置式雪櫃，擁有340L超大容量同智能溫控功能，佢仲有 SmartThings AI 節能模式。AI 節能模式可以減少多達15% 嘅耗電量。如果你係使用自定模式，而電費預算超出你預設嘅目標 ，AI 節能模式就會開啟。按照你嘅使用習慣同周圍嘅環境，充分改善壓縮機嘅速度同溶雪週期，令你可以大大減少耗電，慳返唔少錢㗎。最後重點推介嘅就係55寸 OLED 4K S90D 電視。呢部電視採用咗超薄邊框同頂級 OLED 技術，展出震撼嘅 4K 畫質。無論你係追劇定打機，都可以享受到頂級嘅視聽效果，令娛樂體驗更上一層樓。佢仲內置 SmartThings Hub， 可以無縫連接同控制唔同嘅智能設備，咁樣就可以一部電視操控晒成間屋嘅家電，真係多一點智能，少一點煩惱啊！會場訂購仲送限定禮品 S-Series HWS801B 3.1.2CH3 bar 或者 HWS61B 5CH3 bar 白色，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除咗以上介紹嘅3款產品，場內仲有多款 Samsung 智能家電等緊你發掘㗎。所有產品都會以會場限定優惠價發售，即刻幫你慳返唔少錢。會場仲有好多唔同嘅名貴贈品，快啲過嚟了解下啦！如果想提升家居設備嘅效能同質素，呢個活動一定啱晒你。活動由4月1號去到4月30號，就喺九龍灣 MegaBox 6樓。快啲過嚟開啟屬於你嘅智能家居新體驗。唔講咁多啦，我而家都要爭取時間去揀翻啲啱我心水嘅產品。快啲過嚟一齊體驗 Samsung AI Home 帶嚟嘅未來生活啦！